塔羅究竟可唔可以算一世嘅命運？答案好清晰，當然唔會。之前我提過命理同卜卦唔同，塔羅屬於卜卦嘅一種，唔需要出生年月日時間資料，所以亦都唔會用嚟睇長遠嘅嘢，反而係短期嘅未來發展，一般係3至6個月，越近越準。由於塔羅重視心理，睇眼前嘅選擇，命運嘅未來其實可以喺自己嘅手中。雖然塔羅都可以透過主牌反映問卜者重複同長遠影響嘅人生課題，不過占卜師都應該引導問卜者學習點樣應對，而唔應該話塔羅睇到嘅未來係冇得改變。塔羅嘅價值唔係預言，係幫你睇到潛意識入面嘅關鍵問題同影響。好嘅占卜師會鼓勵問卜者揾到方向，從而改變自己同突破。你哋有冇體驗過塔羅占卜？覺得未來方向清晰好多？留言話我知，追蹤我嘅專頁 inbox 我，獲得塔羅自學電子書，只需要150蚊可以體驗實體塔羅工作坊，學無需死記牌義嘅超準占卜。報名 Level 1課程，完成3個 level 嘅課程同作業咧，可以獲得香港專業塔羅協會認可占卜師證書。盡快 WhatsApp 51164824或者66327332報名啦！歡迎追蹤我香港專業塔羅協會會長 Manny 嘅 IG，獲得更多塔羅知識。上堂見。